大家好，我是阿婷，我是 Lucy， 欢迎收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出外讲台语》，我是阿婷。咱即马真侪人拢有试过动物伴的经验，毋过若是咱厝内的动物伴无爽快，也是受伤，也是破病的时阵，咱就会足紧张的，足想要较紧带伊去动物医生看。毋过大家敢有想过，若是野外的野生动物因受伤破病的时阵要安怎咧？所以我今仔来这个所在，这是咱台湾东海岸唯一的野生动物病院哦。咱斗阵来去看卖因拢咧创啥？高啊！嗨，依伦你好，高早。我是依伦。嗨，我今仔来这想要参观恁的病院，啊，看恁平常时拢咧创啥？好，欢迎。那今日我甲你介绍，阮这个病院到底是咧创啥？好。依伦院长是野湾的创办人之一，伊投入野生动物救援已经真侪冬。送动物转去山林是伊上重要的信念。第一个工课会当去看啥物？咱先来看这些动物爱食啥物。哦，好啊，上重要。真正。行。食饭皇帝大。你看，咱为楼梯白白的所在开始行，白的所在到无山的所在，咱会使看。哦，原来佫有即层的设计，就是愈悬的，就是带愈悬山的。这是山丘的细汉囡仔。因为伊的妈妈去到家伤伤严重啊，所以阮无就甲伊顺利救活。啊，这是巴肚内底的囝，啊，其实这囝已经介大汉啊，可能搁一寡时间伊可能就会使出世啊。哦，要毋过就是袂赴。嘿啊。好，咱即摆来看上宝的所在，嘛是上重要的所在。哦，上无用的所在。灶骹来啊！嘿，阮来灶骹。看起来。啊，毋过阮来灶骹毋是主人要食的物吼，咱主要准备的是咱今日你看阮遮济动物吼，无共款。哇，遮济物件。所以每一款动物。菜单。嘿，菜单拢无共款，伊可能食肉啊、食菜啊、食汤啊，吼，所以咱的保育员足无用的爱处理今日爱食的物件。啊，这是阮的兽医阿嬷。好，你要去啥物咧？两个我得去。啊，迄个我有熟悉，迄个我有熟悉。啊，你有熟悉遐。好，安尼我先互伊看一下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哦，这是超美呢。这是食的，食咧食的。像咧食的哦。哦，有肉，有金蕉，有番麦，有火龙果。啊，阮个切到遮大地。敢有山猪？无，阮无。无山猪哦。敢是我头下看到最后一只。乌熊，嘿，这就是乌熊伊一天的食物。哦，好，过来。这是像咧，哦，拢是菜。是菜啊，毋过下骹阁有桥啊。桥，啊，阁有这番薯是无？嘿，番薯、脯啊、菜瓜，啊，阁有迄。食鹿啊。你拄仔楼梯嘛有看到？食这啊，高山啊啦。嘿，无毋对，高山啊。啊，这是阮的冰箱。哦，你看这就甲纸有这。这甲阮兜的饲龟都是。嘿啊，这是阮互粉鸟莺的食物，啊，阁有蛇莺的食物。蛇莺甲粉鸟莺。食肉的，所以这就是阮甲传的食物。啊，阮阁有蛇，嘿，所以这是要蜕变。哦，这是要互蛇食。退互蛇食。无共款的受伤就无共款的营养。哦，佮来加营养品。加营养品，或者是阮会甲伊爱食的，需要食的药啊，放伊第一名顶。互伊食。互伊迅速食着。嘿，食物件的时阵迅速甲食落。规工要款的食物嘛，足济呢。嘿啊，按动物足济处理的时阵无共款。这拢是我的。嘿，这是我的，这是鸟鼠。你知影为虾米阮爱饲鸟鼠无？饲鸟鼠因为假布袋，饲鸟鼠哦，因为足侪动物食肉的啊。嘿啊，毋过除了即个原因了，阮妈嘛有冷冻的啊。哦，对呢，头拄遐有冷冻。嘿啊，阮迄有诶拢冷冻，安尼想。要互因家己去育。有诶，只阮为细汉开始饲。是。嘿，为细汉开始饲诶，吼，伊甲大汉时阵，阮就提供这活，看伊会去
去遛狗，伊去野外就爱有即种的哦，对啊，呢，我恁遮的动物有一天嘛是佫有机会佫出去，所以若是一直食袂叮当的，伊可能就无迄个掠的能力。嘿，伊就毋知这外的物件是啥。啊，所以咱即马你分这支互我是要带迄个。我带你来去办一寡植物，但咱要互迄鸟鼠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要互鸟鼠耍的。要鸟，哦，是要耍，毋是要食的。福利鼠。所以会使加一寡，主要是要互鸟鼠啊佚佗用的。哦。嘿啊。毋是要食的，我想讲是要食。伊也会使，伊也想要食嘛是会使食。设计。我看偌济。好，你会使。一支。嘿，一支，因为你一只尔，个个食的。哇，恁遮佫有遮济物件。嘿啊，所以欢迎大家来参观。啊，你知这是？哦，要食呢呢。嘿啊，这是食恁的动物。食呢的动物，这敢是迄个草hen麻迄类的？嘿，这伊就是草hen。还是果子吧？哦，是草hen麻。嘿，草hen麻，细汉的时候。哦，伊的面较济白白的所在。因为因是细汉的囡仔，所以阮来甲饲的时阵，阮嘛会家己穿迄甲面砍砍尔。哦。你知影为虾米无？爱甲面暗起来。互伊认袂出你是啥。嘿，无毋对吼，因为我毋是伊真正的爸爸甲妈妈，因为我若是安尼甲饲，可能就认唔着人。哦，后盖大汉想讲，大汉伊就人是，嘿人是一直可能一直甲人养掉的，嘿，安尼就好。哇，乌熊！这只乌熊是阮处理的头一只乌熊。哦，这是第一只。嘿，叫做光原小熊。哦，迄只足出名的，我有看过伊的新闻。啊，伊去发现，伊互发现的时阵，才4公斤尔，嘿，可能比你饲的狗啊、猫啊更较细只。啊，不过差不多饲10个月了，互你有伊出去的时阵。10个月哦，30。啊，差不多40公斤。哦。出去的时阵差不多。10倍呢。差不多40公斤，所以因细汉的时阵，敢若分家规安尼，真正啊。嘿，所以。阮饲这乌熊嘛，真挑战，因为伊生较足紧的，所以变阮的空间就爱，互伊对应的空间，无伊就感觉啊，咱空间那变遮细。哦，了解。啊，毋过像伊安尼40公斤，看恁逐个安尼，其实40公斤是毋是对咱人，伊若是歹起来，是毋是嘛是无好控制？嘿，阮嘛无法度直接去甲处理。啊，即马刚搁知影伊的消息。即摆毋知伊剩迄鱼狗尔。哦，就是看有人翕到无，才会知影。啊，伊的迄已经熄电，已经落去啊，又。你讲迄无线电的？嘿，无线电。啊，无线电落去了后，嘛有用相机去翕到伊。啊，发现伊甲另外一只熊做伙。真正？可能交男朋友。哦，伊是好的哦。伊是交某的。心内应该感觉做假搭做有成就感的迄种感觉哦。较知影啊，阮做的是无毋对的代志。啊，遮要带咱看啥物？带你来看遮。哦。这虫我拢无咧饲。灰鸟鸟的虫啊。系啊。恁这应该就是要互鸟仔看会着才有报咧，对无？嘿，无毋对，因为这阮病正正是一个餐厅。哦，这本地是餐厅。它本地是一个做咖啡的，所以伊这个虫啊问足济，嘿，啊伊遮个虫因为外口的环境个足好的，所以遮个鸟可能就知啊，就是遮会使过，砰甲落落。哦，所以阮就甲遮遮个虫啊、画图啊，无就是用无共款的方式，吼，鸟会使分辨啊，这是虫啊，无法度过。了解。安尼。坐落来，我带你来看阮饲幼囝的所在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来去看 baby。伊即摆要饲细只只，啊，这阮用布砍的嘛是，因为即摆有无共款的动物，吼，因为阮即摆有足侪细汉的果子肉，住伫无共款的笼仔内底，嘿，所以我互因互相熟悉。嘿，啊，当伊较大汉的时阵，恁就会使住做伙，同伴会使斗阵生活，才袂讲啊，甲人相近，啊，伊毋知影家己是一只果子肉，就是人安尼。你知影为虾米要做这无？
这内底有一支叶啊，所以用安尼饲，互因知影因爸爸妈妈是啥物款。嘿，闻唔着，安尼就是因为有诶鸟仔伊出来细汉的时阵就对咧爸爸妈妈做诶食物，嘿，所以伊会当行路的时阵，因爸爸妈妈就拄着啥就会饲互伊食，所以阮就做即款甲因爸爸妈妈共款诶外形，吼啊内底阮就会使醃迄伊要食物件，安尼伊就会知讲哦。伊的爸爸妈妈生过啥物款啊？毋是认阮的手，啊，这就是阮手术的所在。哦，了解。阮处理的动物较济，嘿，亲像细汉的、甲大只的，拢有，所以阮传的物件可能就甲鸟纹，了解。为上幼的、上细的，甲上大的，嘿，这讲是创啊？是插讲，嘿，就是。麻醉的时阵，要互伊维持，伊会使一直输着麻药，嘛会使互伊空气。啊，这就是阮去野外救援的时阵会穿的物件，就是这出国的装备，出外装备，主要是处理恶险的时阵会用到。这是阮的分镜，到愈长你就爱分愈大力，嘿。啊，这是阮第麻醉药的剑，所以剑阮也到药啊装好了，阮后面会灌压缩。哦，内底灌压缩。伊当伊安尼处理了，撒开药啊，甲胃只甲撒落。啊，你有想要试看卖？哦，会使哦。好啊。好，啊，咱若要分剑嘛，这是阮平常时练习的动物。哦，险你会使看，阮会吹的所在就是肉较大地的所在。阮袂去分伊的尻川，因为尻川油伤济啊，药的效果可能无好。阮若剑放伊内底的时阵，阮就会即揢甲白白，因为安尼起，可能会落落。好啊，来哦。啊，你最爱效率用点，你无漏开，漏开你就。分袂出去，安尼会使。哦，上加，哦，所以爱算伊落来。嘿，算伊落来，因为咱有这个长度嘛。佮试一摆。哇，咱得个，我会叫鱼走去，还是鱼来甲我叫？我爱去啊！我今仔日来野湾遮看足侪物件。什么时阵开始你想要做这个工课啊？还是你敢有想过有这种工课通去做？较早较无想过，敢若有这款工课通做。不过我嘛介意野生动物，对医疗嘛小可有兴趣，嘿，所以接触了后才知啊，这嘛我会使用我家己的专业甲力量，帮助这受伤的台湾的野生动物。你来遮，你感觉印象上爱深的是什么治疗什么动物，还是什么款的经验？有一年，阮有足侪小雨燕的，嘿，毋知你有看？我有看到迄个新闻无？嘿，伊开是一工是200多只的，共一工入来，而且伊当时阮的人无遮侪，嘿，所以伊200多只入来是因为有咧施工。我会记是啥物体育场之类咧。啊，遮个鸟就嘿，伊的收去用掉去，所以因无收啊，所以全部拢来阮的病院。伊足歹饲的，嘿，伊每一只拢爱甲喙泡开，才会使钱米互伊。伊本地是拿杯拿找物啊食，或者是伊的爸爸妈妈会家饲。嘿，阮嘛无法度一家饲甲遮侪食，因为伊可能因为是幼囝，可能一工爱食4、5顿，数量伤大，所以阮请其他的单位来斗相共，阮分一寡出去较健康，阮分去其他的单位了解斗相共饲。后来因恢复了刚好，无介好。因为因食的物件伫外口较复杂，所以阮会使提供的精力无遐济，所以
真正会使出去的，剩无偌济。嗯，咱若要救遮动物进前嘛，爱注意家己的安全。啊对对对啊，还是有即种像果子肉啊、草黑麻即种，就会加人的喙齿嘛，较来啊，而且因佫有可能有小狗病的风险的，即种就是莫家己去接触，你可能打电话，嘿，请单位来处理。了解。你这哪里是什么状况？伊的尾有受伤，伊看起来跟大细只。较袂做大。伊讲离开妈妈。离开啊，离开公斤，2公斤，嘿2公斤半。你看爱收伊就好，杨秀会改伊哦。伊个讲嘴，无啊臭臭嘛，有点有烂。臭臭呢。因为尾女才有一个大的血管，嘿，所以阮拄啊拍药嘛是为尾女才拍，所以可能受伤的时阵就已经流即个血，嘿，啊才去互可能发现，你才是歹去的嘛，所以阮也是爱摕伫较健康的所在，所以伊就变做完全可能就无留他用，可能就无法度家己生活，嘿，啊另外伊抽血验起来伊嘛有就严重的贫血。会甲伊，阮会送伊离开，因为伊的尾瘤伤长，拢无救啊。嘿，伊的尾瘤看起来是，即个孔是烫过是无？嘿，看起来是烫过啊，所以毋知是啥物物件经过。即马因为即只哪里伊的伤，尾瘤的伤伤过严重，啊，规个尾瘤拢已经烂起啊，所以即马兽医师来。伊注意啊，互伊困去，爱互伊离开这个世界。若是伊无互捡着，伊继续伫咧遐外。嘛是死啊！伊就是可能伊会愈痛苦，拖愈久，伊会拖一阵仔。嘿，可能拖一阵仔。然后可能佮叫其他动物攻击。阿弟，拜拜。想袂到会拄到这种代志。这敢是阿要入的。议论咱即马愈驶愈山顶，你要带阮去倒位？咱今日要甲2只鱼，一只鱼要去山顶有鱼吗？啊，一只要我们检查，啊，一只是大只，一只是小只。要来看2只鱼。想袂到议论院长竟然要带阮去找鱼呢，非常精彩的内容，一定要来看后一集哦。